岛屿恢复正常，只是这里的人神情都带上了点恍惚。长安想，这是技能时长不够，需要冷却再开。哪儿需要这么麻烦？我直接篡改了他们的记忆。你是怎么改的？龙国子民都是他们祖宗，是龙国子民创造了他们，背弃祖宗，不敬祖宗必遭天罚。南部水灾就是警告，要他们生生世世供奉龙国子民。这会不会没啥用啊？也就吃了一段时间了保质期。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？他们要是有别的歪心思，是真的会有天罚的。行吧，这就完成了。秋收都快过去了，你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也不用这么急吧。你们的庄稼要被别人偷喽。